大鵬所城是深圳一個極具歷史和文化價值的景點，被譽為深圳八景之首和深圳文化之根。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明清海防軍事城堡，見證了深圳地區600多年的風雨。大鵬守御千戶所城，始建於明洪武27年1394年，是明清兩代中國南部重要的海防要塞。這裏是為了抗擊倭寇而設，在明清時期抵禦外侮的歷史中扮演了關鍵角色，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中，這裏爆發了九龍海戰，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。大鵬所城以將軍之鄉聞名，明清時期出了10幾位將軍，其中最著名的是賴恩爵將軍，他指揮了九龍海戰並取得勝利。他的府邸鎮威將軍邸是城內保存最完好、最氣派的建築，絕對不能錯過。